廣東省10大養生真溫泉，你去過邊幾間？今日同大家分享10間真溫泉酒店，記得俾 like 同收藏啊！1. 惠州龍門地派溫泉酒店，萬木竹林環繞，年平均氣溫20度，酒店以浸養生泉、聽天籟之音、享受尊貴服務為主要特色。園區內有55個天然蘇打東溫泉池，多個主題泡池坐落喺翠竹之中，古典禪意環繞其間。2. 惠州龍門南昆山雲頂溫泉度假酒店，擁有金山綠水，簡直係一個大氧吧，以72度純天然美人湯、龜酸氟溫泉為特色，泉水清澈，含有多種有益微量元素同礦物質。3. 惠州龍門南昆山居溫泉酒店，被譽為廣東1小時度假圈中溫和養生勝地。酒店獨特嘅寒冬氟蘇打藥鹼性溫泉，含有多種對人體有益嘅礦物質元素，私家溫泉、桑拿房都係唔錯嘅選擇。4. 惠州龍門溫泉大觀園酒店，緊鄰南昆山國家森林公園、嘉義莊農民畫鄉等，呢度夏天可以避暑，冬天可以享受溫泉浸浴，係旅遊度假勝地。園內擁有70多個溫泉泡池，出口水溫高達82攝氏度，富含大量鈣、鎂、鋅、氡等幾十種對人體有益嘅微量元素。5. 廣州從化雲嶺湖溫泉度假酒店，背靠地標鳳凰嶺森林公園，酒店配置咗養生護膚池、養生水療池等30個功能各異嘅園林式湯池。6. 廣州從化卓思道